嘅，咁首先我哋倒啲油落去啦，跟住之後就喺 B B 上面捽佢，跟住問 B B 準佢 ，B B 我哋一做按摩啦，好唔好？咁我幫佢做咯喎，冇反應嘅時候，咁首先我哋做腳開始先嘅，咁呢個咧就係印度式啦，左右圍一下，做3下，做完啦，呢個就打圈，3、4、5，記住小推就做下邊嘅啫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跟住之後做3組之後咧，跟住就 rolling，最好配埋啲聲音，咁跟住啦，跟住喺個腳眼嗰度打圈，1、2、3，跟住就畫線咯喎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Do Re Mi Fa So Do Re Mi Fa So Do Re Mi Fa So， 記住啦，個眼神要同佢接觸啦，傾偈啦，跟住就 walking 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跟住之後咧就防扁平足，就畫3下，2、3，跟住咧呢個就做一下嘅啫，捽上去，跟住捽，好啦，做完呢個咧之後啦，就將啲血液推返去心臟，咁呢個就瑞典式啦，翼模式，都係一樣，左右做3組，將啲血推返去心臟，咁就做完一隻腳啦，跟住就加油2滴，跟住就繼續幫佢做啦，一樣啦，印度式1下、2下、3下，跟住之後就出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跟住捽，好啦，跟住一樣啦，數3下打圈，1、2、3，記住係圍住個骨喎，唔喺個骨上邊打圈，跟住啦畫腳線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跟住 Do Re Mi Fa So， 1、2、3、4、5，你中意點數都得嘅，咁啊教佢認知啦，3、4、5，跟住之後行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咁就注意啦，記住喺入邊1下、2下、3下，跟住一下衝上去嘅好大力，跟住捽翻去2、3，跟住將啲血液推返去心臟，1下、2下、3下。BB 有冇舒服咧？我就傾下偈啦，跟住之後啦，應該要除尿片，除完尿片之後。